根据统计，去年台湾10万个囡仔，就362个因为这交通事故死伤，进前平均是350人，有变较济。交通部和民间团体合作，用6种交通工具的情景推出6出影片，要来教予囡仔交通安全的概念。不要！不要过来！爸爸 ！No！ 伫车路对向卖对囡仔大动作的手，因为囡仔的天性伫12岁之前看到爸母安尼做，定会赶紧，无注意状况就冲过车路。为什么孩子的伤亡几乎都是冲出这件事情？表示父母可能不太了解，说孩子要到12岁前，他都有这样的属性，也就是说，他只要看到有目标物，就会追求目标物。交通部委托长期推动儿童安全的监管基金会做6出影片，透过6种无共交通工具的状况，让大人囡仔了解安怎确保囡仔的交通安全。我们调查10大死因的话，在儿童的话是事故伤害是居第3位，那其中又以机动车的事故为主要的一个原因。交通部表示，2024年每10万的儿童就有362个因为交通事故死伤，这个数字远过过去5年的平均数量350人。监管基金会望透过影片，让家长了解囡仔的天性，爱避免危险，也爱培养家长正确的交通概念。那父母也觉得说，我把孩子放给学校，学校应该会派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车辆来接送我小孩，所以他大也没有去观察，所以我们每次稽查的时候就发现非常多不合格的车辆，很多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在中间摆上椅子来让孩子坐，基本上你是走道，你怎么会摆上来？影片唔但教囡仔交通安全的知识，也提醒家长听无注意到的所在。交通部表示，未来影片会伫各地头的学校播出，也会参医疗院所合作放送，落实交通安全教育，降低囡仔伤亡。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。